哥林多前书第10章，兄弟姊妹，我爱恁记得，咱的祖先拢跟缀摩西，伫云的保护下过红海，因伫云内，伫海里受洗归着摩西，因拢食共款属灵的食物，拢啉共款属灵的泉水。这个泉水是对甲因同行迄个属灵的石盘流出来的，迄个石盘就是基督。毋过因中间大部分的人无互上帝欢喜，拢受毁灭，倒甲规旷野。这个代志互咱做鉴戒，叫咱毋通亲像因贪恋歹待，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去拜偶像。照圣经记载，这个子民坐落去，大啉大食，徛起来，天公乱耍。咱毋通亲像因有一寡人淫乱，煞伫一日内死23000人；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试探主，煞互蛇咬死；毋通亲像因中间有一寡人讲怨言，煞互毁灭者凿灭。因所拄着这个代志，通做别人的鉴戒，搁记录落来，通警戒咱这个活伫末世的人。所以想讲家己徛在下，着谨慎，才袂跋倒。恁所拄着的试探，拢是人会拄着的。上帝是信实，伊袂互恁拄着担当袂起的试炼。恁拄着试炼的时，伊会甲恁开一条出路，互恁忍受袂牢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拜偶像的事拢毋通插着。我看恁做明白事理的人，甲恁讲话，我所讲的，恁家己通判断。咱在啉迄个祝谢的杯，咸是在分享基督的血；咱在食迄个掰开的饼，咸是在分享基督的身躯。因为饼只有一块，咱虽然真侪人，还旧是一体，因为咱做伙食共一块饼。用以色列人做例，遐个食祭物的人甲祭坛有关系。安尼我得讲的是甚物意思？是讲偶像有甚物重要，祭物有甚物要紧是无？毋是，我是得讲，献伫圆教祭坛顶的祭物是献互鬼，毋是献互上帝。我无爱恁甲鬼交叉，恁袂当啉主的杯。嘛啉鬼的杯，袂当参加主的宴舍，嘛参加鬼的宴舍。咱要克服主这道是无？咱比伊较强是无？有人讲，逐项拢通做，不过毋是逐项拢有利益；逐项拢通做，不过毋是逐项事拢会当帮助人。逐人拢毋通求家己的利益，着求别人的利益。市场在卖的肉，拢通买来食，毋免为着良心的缘故问东问西。因为圣经讲，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伫主。若有未信者请恁食饭，恁若去摆伫恁面前的物做恁食，毋免为着良心的缘故问东问西。毋过，若有人甲恁讲，这个食物有做假偶像，恁就为着迄个甲恁讲的人甲良心的缘故，毋通食迄个食物。我所指的是迄个人的良心，毋是恁的良心。检采有人会问，我的自由哪着受别人的良心批判？做假的物，我若感谢来食，有甚物通互人诽谤？所以，恁无论是食是啉，也是做甚物，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，无论是对犹太人、外邦人，也是上帝的教会，恁拢毋通成做因的阻碍。恁着照我所做的去做，我为着互大家欢喜，毋捌求家己的利益，是求大家的利益，通互因得着救。